这个位置本来是93席的平面停车场，那经过我们跟中央来争取前瞻预算哈，透过地上4+R层的这个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呢，原来的93席的停车位增加到216席，那再增设33席的机车停车格。另外是透过停车场的多目标使用呢，在1楼增设了180平的礼活动中心，还有将近100平的托婴中心。08年开始做嘛吼。迄个我就感觉我社区拢无啥物公社，我就甲迄个沈东议员沈振东议员提出，我们本来是立分这3例那个活动中心就在中间不敷使用，我们里面要过马路要过那个河尾路，车流量太快了，我嘛唔知影争取会过，唔知前瞻计划遮紧就做到的啦立体停车场又结合活动中心，对整个市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祉。因为这边呢，除了有即将开幕的星光三月以外，还有我们的小北夜市，也是在临近。但这边的话，停车以前的话是非常的一位难求。那这个立体停车场的一个这样的启用之后，除了带给民众来逛花园夜市、逛星光三月、逛小北夜市，未来停车的问题可以大大的改善。活动中心呢，主要也是来做给我们的里民作为一个平时可以来做上课，或者是说一些运动的一个好场所。那像最近已经排到年底了，里长已经规划了运动爱台湾的一个运动课程，还有一些书法课程、美术课程，这个都是可以带给里民更好的一个服务。它的后方还有我们的一个托婴中心。那目前托婴中心的话，占地有100平。那未来的话，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承德里附近0到2岁的一个幼儿来这边做一个托育，那也造福我们承德里及周遭的一个市民。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启动！让我们掌声喝彩。这个是许多当地的里民、市民朋友们的高度期待，也是周边很多停车需求的一个具体的实现，是以优先服务周边的里民的停车需求为优先，所以里民停车有优待，但是这个停车位马上就秒杀了，这样子的一个停车服务是未来我们多功能停车需求的一个具体呈现。那还有我们陆陆续续在东区也有立体停车场，然后就把停车场跟多功能的这个需求，包括活动中心、包括图书馆或其他的这个需求结合在一起。同时，在这个承德立体停车场，我们还有开辟了这个托婴中心。那现在已经由社会局进驻，赶快去加以装潢，装潢好就可以对外招生，那可以提供优质的这个托婴服务。因此呢，我们特别的谢谢，也期待优质的市政服务能够服务更多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8月29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落实在地安老的社区环境，由中华金点社区促进联盟所推动的高峰论坛，29号头摆来到台南举办，特别以着超高龄社会安怎伫共生社区、心灵照顾甲全人守护这3方面展开深度的交流，场面盛大热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超过1/4的老大人运动量拢无够标准，甚至有长辈爬山时间拢坐咧。不过，运用这款无人无人机来引导老人运动，当作将骹球踏入门共款，帮助提升注意力甲手脑反应。连肖局长嘛相当有兴趣，无放弃练习机会。无人机对我们老人家是一个反应的能力。可以考验我们的反应能力，训练我们的大脑。需要手脑并用的，也有国体社区经济活动的长辈，利用废弃的牛仔裤等材料所制作的商品，让伊享受精彩晚年生活。参加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他们对那个
缝缝补补很有兴趣的老人，他们来学习的时候，会增加他们的那个脑力的活动。台南市社区关怀据点推动教导，不止带动社区的生机甲活力，同时嘛结合大学的社会责任，以金华社区为例，就引进智慧共生的方案，让士大人伫五路当中达到运动效果，并享受运动的趣味。一些数位的训练设备，希望借由游戏的方式，可以让长辈可以更轻松的去做他们的生活上的训练，包含像是手指的握力。然后以及他们的整个的神经的这些反应，让他可以去在这个游戏中去协调的去训练这些他们很重要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这样。台南这在地据点所展现的服务成果，除了让社会看见中培活力甲创造力，由中华景点社区促进联盟所主办的各方论坛，今年第8档嘛首次刷到台南，其他三关学研合作，针对共生社区、心灵照顾甲专灵守护等3大主题展开交流，达到据点创新发展的契机。希望带着我们的所有在据点的伙伴们，能够透过一些大家的一起讨论，我们是要更深度的凝聚整个社区里面的力量。那不只是长辈，那我们希望从社区共生，从年轻的到年长的，那我们不要去翻转到以前是单独被照顾还是照顾者，我们是社区里面所有的人。照顾社区里面所有的人。高龄基本上，其实呢，在迎向未知的创意生活，能够展现最大的不同。所以，他一边维护了传统的价值，他另外一边也能够创造不一样的生活的艺术。据点的经营大概就有4大指标：电话问安、居家访视，还有健康促进，还有就是共餐。这些的工作大家已经做了 N 年了啦，那我想也是必要做一种翻转，然后来吸引更年轻的老人来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还有鼓励男性要走出来。面对超高龄社会，社区关怀据点如何结合资源，以每一个人都是照顾者的新思考来迎接未来挑战。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府每一档持续土地文旦海挖市场，今年成功甲加拿大华人超市建立合作，赶伫咧中秋节之前，甲18栋优质的麻豆精品文旦销往加拿大。今年因为风台甲热大雨的影响，麻豆文旦产量减少，不过伫咧农民的努力抢救，还佫用个出口加拿大，会用个互海外侨胞甲伫国际消费者。会用伫中秋节品尝到上有代表性的台南文旦，市长黄伟泰中昼嘛出席台南文旦的外销加拿大的封柜仪式，为台南的文旦来拍开国际的通路。这次我们台南麻豆文旦虽然在风灾中受损但是剩下的量我们还是要提供一些内外销的需求，尤其麻豆文旦CP 值很高，品质又很好，那所以说我们行销到国外绝对有信心。大家知道加拿大的那个果菜的这个品质的管制非常严格，能够通过标准进入到加拿大，而且要经过10几天的海运这个是一定要果品质非常好的。那不仅加拿大，不仅日本，不仅这个新加坡，我们还有许多的国内的消费者都很喜欢最棒的台南文旦。我们希望这些文旦都能够敲开外销的通路，而且让更多的消费者都能品尝到。市府农业局表示，全台湾的文旦种植的面积大约有3700多公顷，台南市就占了1060公顷，是全台上大的产区，占全台大约有29%。即届受到风灾的影响，今年市面上每一粒来自台南的麻豆文旦，会用讲是真无简单。希望民众支持台南上好食的文旦，把握中秋节限定的麻豆文旦，就是对农民上大的肯定。台南新闻综合报道。
为着感谢李林长以及民政人员徛伫第一线替市府施政，台南市府每一冬拢会举办这有甲资深的表扬大会。而今年因为风灾严重的缘故，互市长王伟棣特别有感，肯定因长期服务的辛劳。114年，台南市特优里长64位，特优民政人员65位，甲服务满20档到50档的资深李林长，总共148位，伊接受市长王伟棣颁奖表扬。另外，服务满30-40档以上的资深林长，嘛由区公所转达奖状。市府一直拢足关心，所以对救灾也真顺遂。所以感谢到这届市长的积极，甲区长带领到这些员工的积极。这林长也不傻，同比这个传单单也无关系了。一年一度的颁奖表扬，今年因为拄好是风灾重建期，嘛，互市长王伟棣甲民政局长特别有感，肯定因徛伫第一线的辛劳甲付出。这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能够第一时间就反映民众的感觉，以及民众的想法。那我想市府一定会充分的跟里长来协调。希望能够把市政的推动跟市民的需要能够两者结合，最大程度的结合在一起，来服务我们的市民。天灾地变，伊第一线就是讲，因拢需要互老百姓安全，佮清理家园的协助啦。非常感谢这段期间，这个民政人员里长、林长这大家辛苦的这付出而且表示12万分的敬意。里长将人生当中上精华岁月拢投伫里邻服务，尤其是灾害防救、疫情防治、甲防治诈骗等任务，嘛互表扬不只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对市民的责任承担。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台南 A 区114年度爱心公益餐会29号伫麻豆登场，邀请台南地区200多位道基以及落雪长者享受美食佳肴。活动即天正拄着七夕情人节，华山基金会站长特别打扮成牛郎织女，陪伴长辈过七夕。麻豆区青天舞团热情舞蹈为爱老人中秋亮起来活动各贵树木，为互长辈感受到节日气氛。华山基金会台南 A 区29日伫福隆家宴餐厅规划了一系列活动，安排台南市希望义诊服务协会、高雄市成全今后推拿协会、9弄9号美研所、麻豆区卫生所等单位来到现场服务长辈，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每年的中秋节，我们都会办爱心餐会，那让这些长辈呢出来见见老朋友，然后吃一餐比较好的哦。那顺便让他们唱唱歌哦。那虽然平常一个人在家，但是今天来就是快快乐乐的。那我们也很感谢所有的义工，还有义检哦，所有的卫生所的义工一起来帮忙。那结合了今天这个爱心餐会，希望今天长辈吃回去，他都可以想想。月圆人团圆，那心都是满满的，很温暖。活动嘛特别邀请台南市社会局、麻豆区公所、带领科技公司以及真侪爱心志工朋友陪伴长辈唱歌、吃大餐，共享欢乐的团圆时光。真正咱感谢咱华山基金会，甲咱办理着这热闹的这个活动听讲有真侪这个配套的活动啦，还有这个义检。迄天第一年订的时阵听讲佫有发300块的这个购物金，阿公阿嬷会当去买物件啦所以讲真正非常的用心啦华山基金会在我们麻豆地区这边对我们老人的照顾真的是不遗余力。当然我知道今天来自从刚刚外头的游览车就知道，是我们台南市各区都挤来到麻豆这边。华山基金会麻豆站的金汉站长。在中东的选择当中，给予我们信任，邀请我们一同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也珍惜这份合作的机会，尽心尽力配合每个季节。希望今天的活动为今天活动尽一份心力。华山基金会当年致力伫咧照顾失医、失能、失智的长辈，
目前伫全国设立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免费提供教替服务、关怀访视、陪同就医、年纪关怀等服务。基金会也欢迎有爱心的朋友做伙加入华山志工的行列，关怀生活周遭的弱势长辈。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南区公所艺术空间举办翻理艺术画室书生联展，总共展出338作品，有油画、粉彩甲复合媒材等等。现场也搁举办义卖，所有的所得将帮助弱势学生作为画图甲学习使用。为了影响的翻理艺术画室，平时甲着南区民德里社区发展协会有艺术推广的课程。即届受到南区公所的邀请，有着画室的老师王义勋，结合26位的学生，伫南区公所的艺术空间举办书生的联展，总共有338个作品，有油画、粉彩，佮着复合媒材等。光其实在绘画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除了光还有色彩的结合以外，我们在运用在所有的生活上的任何事情都跟光有关系。好，那除了在绘画上面运用光以外，其实这次主要的光是连接在我们的心灵的层面。好，所以这次的光除了象征希望，那也是一个方向的指引。那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可以指引一些可能还没有机会接触艺术的观者，或者是想要进入到艺术领域的一些小朋友或者大朋友，都可以借由这次展览，可以跟他们做一个连结。我是用粉彩画，那大家的画笔是笔刷，那我的画笔是我的手指。那我想要创作的感觉呢，也想要结合这次的主题，就是有光晕的感觉，所以我每一幅呢都会有放一些小亮点在里面。这届书生的联展号名“出之光”，希望透过光的倒变，甲着充满希望，互民众来区公所测光，嘛会感受到心灵的疗愈。区长表示，在南区4档来的展览当中，王老师会用讲是颜值相关的一位。我刚刚跟王老师交换个名片哦，他刚好在整理他的东西，结果一转头我吓一跳，因为从我来这边4年多展览的所有的主办者，应该是王老师的颜值是最高的，非常有气质，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我想今天王老师带领的他26位学生来参展，今天展览应该是有33幅的一个画作的作品。那以出之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作为这次展览的一个题目哈，那我想大家对光这个东西的话，它是多变的，而且充满了希望。这届的展览将对今日起一直到10月30日，上午的开幕式现场除了古筝甲着古乐的表演，另外还佫设有艺卖专区，包括画册、小品的艺卖等。你艺卖所得，我将转属关做帮助弱势贫困的学童，作为画图甲着学习来使用。而伫开幕式当天，因为拄好是7夕情人节，画室嘛特别准备了玫瑰花来送予每一位到场出席的贵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光3月上新的百货台南小北门店29号对外试营运，开门进前店外就有千多名民众拍着大字头等待进场，也才有过第一天就有5万人次。
29號七夕情人節，時成廣山灣台南小百門店試營運第一天，也未開門，就有袂少人佇門口拍着大日頭，舉着雨傘，排隊等待入場消費。有人對前一天就來等，還佫有一位阿婆想要插隊，跟其他人冤家。還在這裡的啦。他排在你前面嗎？對啦。人家就說不是，你那是講咩？我你講白咪。啊，人就講你主持你。11點開門時間一到，店內馬上客滿人潮，有5萬人次。館內總共超過200間品牌進駐，當中有來自日本的知名超市。工作人員無用到發牌仔疏解人流，還有泡泡瑪特、寶可夢等人氣 IP， 嘛是相當受到歡迎。我們是從早上8點的時候就在外面排隊，然後特地買這2隻限定的版本的皮卡丘，整體還蠻舒適的啦，然後樓上的餐飲還蠻多的。這間店是新廣山灣全台的第16間分店，原本是當地市百貨，接手了後打造成1.1萬平的中型百貨規模。經發局看好未來發展，期待會當帶動經濟成長，進一步提升社區整體競爭力。業者嘛表示會當佇遮提供1000個吃頭路的機會，估計今年度消費達到1000萬人次。多元的美食、藝術、科技，就是要打造一個潮流的生活場域。那我們讓我們的消費是更具美感、更有溫度的一個日常。我們對於這個場域的這樣經營規劃，還有新光三越蠻有信心的。那希望它能夠在未來在地的商圈裡面能夠帶動一些人潮。另外，針對着江邊交通的部分，市建局第5分局嘛透過監視器來管控車流，看狀況來協助交管，呼籲民眾多加利用江邊停車場，同時建議選擇大眾運輸前往。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新廣山灣佇台南北區打造第3間分店，甲美食來做是重點項目，引進日本料理、餐酒館等等，總共超過30間的特色餐飲進駐。享賓集團旗下的朵頤餐廳正式進軍台南，以精緻主餐搭配豐盛百匯，有炭香一板牛排、味噌豬肋排等，還有開胃前菜配菜，要讓饕客大快朵頤。我覺得台南市場是一個非常有文化底蘊的美食之都哈，那所以台南人其實對於吃這件事情是非常講究的。最低從600元以上開始哦，那到1000元以內的預算，那其實你只要點任何的排餐，你進來都可以享用到我們的這個精緻的百匯。除了西式，還有台味可以選擇。這間珍珠台灣家味還推出府城限定菜色，有西寶海味的鮮蚵、3杯安平虱目魚皮以及火燒蝦卷。另外還有日式抹茶專賣店與就來發餅鋪合作，推出抹茶口味的碰餅。台南人這麼喜歡就是抹茶，然後這一次就來發聯名的原因，我本身個人非常喜歡就是他們的東西，過去那邊就認識老闆娘，技術的交流，然後這次為了台南的名產，就是結合抹茶的一個新的產品研發的。新光三越小北門店集結多家獨家與首發餐飲品牌，有首度進駐南台灣，曾經獲選10大優選店家的總裁牛肉麵，還有首度登台的日本京都北白川葵利烏拉麵，以及山本醬牛肉丼飯。將牛肉放在鐵網上炭烤，香氣撲鼻，令人看了食指大動。主打我們就是原肉現切、炭香現烤的燒肉丼，就是我們一系列的牛，包含我們的招牌的燒肉丼，還有蔥鹽，還有麻辣口味。那基本上也有如果不吃牛的朋友呢，我們也有相關的一些豬肉丼的相關系列商品。這回還把微醺夜經濟帶進台南，導入5家餐酒館概念主題餐廳，有探索馬里獨家全新品牌，主打創意湖南料理的香碰杯，還有以電子酒精自助交易所為最大賣點，搭配經典美式料理與運動賽事轉播的運動餐廳，要讓台南人體驗從早到晚的時髦生活。記者宋海棠的報道。
为了提升学生对健康议题的关注，市府教育局举办校园健康主播比赛，鼓励学生担任健康倡议的主角。麻豆国小学生化身校园主播，用趣味活泼的风格，把胜利旗话题融入影片当中，摕到比赛第1名。今天我们来到了麻豆国小，据说这里有着神秘宝盒，能解决女生们的所有烦恼。学生化身主播，在校园找寻线索，希望解开神秘宝盒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原来就是校园里提供生理用品的盒子。原来这个就是宝盒啊！你不是那个超红的 YouTuber 探长瑞瑞吗？没错，就是探长瑞瑞，今天来到你们学校探索这个宝盒。这支趣味活泼又具有健康教育意义的影片，是麻豆国小参与校园健康主播比赛的作品。透过剧本编写以及学生演员的呈现，也让影片拿到了第1名的成绩。我们麻豆国小推动正向心理健康教育，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够自在自信的成长。瑞瑞，你再看看我们麻豆国小还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宝藏啊？我好像发现了呢。我发现校园里有许多正向的标语，让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内化这些价值。台南市教育局表示，举办这次的比赛，就是希望将健康及性平教育议题落实在校园里。学生担任健康倡议的主角，除了有创意以外，各种议题推广表达也相当有影响力。台南市是非常重视小朋友健康促进议题的一个推动。那健康促进，过往我们都是孩子，就是老师讲给学生听，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孩子讲给我们大人听，所以我们推动健康小主播，让我们的孩子变成健康促进的倡导者，那来把正确的健康观念告诉所有的老师、学生，甚至我们的社会大众所有朋友。所以我们以小主播，让我们的小朋友、各位同学化身成我们的 YouTuber 来介绍健康促进的观念议题。那这一次麻豆国小也是非常的有创意，他们以月经教育为主题。那过往可能大家听到我们的月经教育，或者是手上拿的这个卫生棉，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卫生棉对于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讲，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我们是希望所有的性别是互相平等，而是要用尊重的角度、同理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生理现象。这次麻豆国小以破解校园传说，麻豆国小神秘宝盒到底藏着什么，荣获第1名。内容以具创意的都市传说主题为包装，学生化身 YouTuber 风格的校园主播，导入月经教育议题，让学生之间更理解生理期与性别教育的连结，提升尊重与理解，受到评审青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
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